国当局的要求从国外返回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商人被逮捕并屠杀。此前有报道称，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麦迪纳市场开展业务的数百名维吾尔商人因中国的要求返回东突厥斯坦，但他们的护照被当局没收，他们以所谓的在教育营的名义被送到监狱。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975年生于阿图省市索路克镇的维吾尔商人雅科普被关进集中营以后，遭受酷刑并死亡。当局通知家人他心脏病发作而死亡，并拒绝将他的遗体送给家人。近日，中国四川一名女网红因身穿短裙、佩戴红领巾在农田抓鱼作秀，并拍摄视频在网络上播放而遭警方拘留12天，引起舆论界关注。有网民质疑，中国现在动辄以所谓寻衅滋事的罪名抓人，是一种变相重启反革命罪的做法。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非法拘押数百万人以后，该地区已经变成了一片沉默。土耳其广播电台记者米尔卡米里喀什格尔提供的一段视频显示，市场空无一人，街头几乎没有玩耍的孩子。据说这段视频是本月9日在阿克苏地区拍摄的。这种沉默再次反映了东突厥斯坦的局势是多么的严重。苏丹执政30年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在经过4个月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后，星期四被军方赶下台。苏丹国防部长阿瓦德·伊本·奥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他说，巴希尔已经被捕，目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美国及欧洲请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联合国呼吁苏丹过渡期尊重苏丹人民的民主诉求。俄罗斯宣布 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些组件可以在土耳其生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就此问题发表了声明。佩斯科夫说，不可能共同生产 S-400的所有部件，这是一种新型武器，但是有些部分零件生产当然是可能的。中国暴政在东突厥斯坦对无辜的维吾尔人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同时连自己的人民都逃脱不了中国警察的暴行。在中国，老人打麻将属于违法行为。社交媒体流行的这段视频中，中国警察逮捕打麻将的老人并打砸他们的棋牌室。